各位 Pudi 準備好未？一齊跨越量子跳躍，進入 Brave 嘅世界。Let's go！最中意邊個成員呢？我最中意銀虎。點解咁樣呢？因為佢好全能咯，可以 rap 又唱到。有咩感想？好感動係，因為由出道嘅時候追到而家係啦，咁就見到佢哋由即係開 live 嘅時候，可能冇乜幾個人睇，然後去到而家可以去到咁多人一齊睇，係啦，所以就好開心。喺 Brave 入邊主擔係邊個呢？主擔銀虎。最深刻嘅部分係咩呢？最深刻嘅部分就係唔係 encore 場啦，係第一次即係佢哋亞巡嘅時候，佢哋響 Dash 嗰陣時換髮型嗰陣時係最深刻嘅。咁但係最中意嘅歌就係 Our Move It 啊，因為佢哋每次演唱會都係用呢首歌做尾嘅。咁每一次都覺得即係好似陪咗佢哋好耐，咁而且之後都會再陪佢哋一直行落去咁樣，所以都係最中意呢首歌。喺 Brave 入邊，你係擔邊個呢？我係中意哈棉嘅。係咁喺今次演唱會入邊，你最中意或者最深刻係邊一部分啊？我最後最深刻其實係Bambi喊咗嗰 part，見到佢喊咗出嚟嘅時候，其實好大感觸，因為我哋由出道追到而家啦，咁睇住佢哋慢慢成長，去而家行到去高尺啦，咁佢哋終於可以達成到佢嘅夢想。睇完 Brave 嘅演唱會，相信大家都意猶未盡㗎啦！嚟緊喺9月12號開始喺仁川，佢哋會開始世界巡遊演唱會，大家記住 mark 低日子搶飛啦！